要曙光，Go Go Go， 好吧？哎，你看，日本民族根本也不过都按输送呢，怎么会在关西会有一个这么舒服的好地方呢 ？Hello， 民族，欢迎来老街客栈。你好，你好，管家你好，不好意思把你家当成我家了。欢迎欢迎。怎么会在关西会有一个这么舒服的老地方啊？哦，其实我们这边呢，只是稍微装修过，然后这个房子已经有超过半世纪了。然后我们是仿照50年代的风格，真的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不只有台湾人会来这边住，现在也很多外国人会来这边住。那店长，我可不可以跟你交换一下？好，我教你讲一句客家话好不好？好。这个外国人啊，在客家话4线的讲法就是叫做“爱贵你”。外国人，好厉害哟！外国人，外国人，没错。而且刚才店长你有提到外国人来到这边过夜，对不对？对。过夜的客家话讲法就是叫做“黑鸭”。黑鸭。民族，你看这些就是有来过我们背包客栈，那目前总共有16个国籍的人有来过了。远在世界天边角落的朋友都来到台湾关西来观光，来这边过夜。我们自己台湾人怎么可以没有来体验一下呢？在这边店长教你讲一句客家话非常受用，你要大胆跟我们镜头讲出来。欢迎外国人来关西过夜，客家话讲法就是“欢迎外国人来关西歇呀”。欢迎外国人来关西歇呀，好厉害哟！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来到关西这地方，你们发现跟以前很不一样了。老地方注入新的血脉，有全新的气象。在这边呢，我们一起来复习看到的新单字哦。来看到第一个单字就是外国人，外国人，外国人。第二个呢，来看到的就是这个过夜。歇呀，歇呀。第三个，我们要一起来欢迎外国人来关西过夜。欢迎外国人来关西歇呀，欢迎外国人来关西歇呀。你们有去体验过关西当地的住宿小旅行了吗？记得安排一下喽。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